在华尔街论坛中跟大家要交代的大话题啊，也跟大家呢交代完毕。那接下来，今天在今日华尔街和华尔街电视还有哪些内容要跟大家更新和补充？尤其是即将到来的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有哪些看点？还是说，在即将到来的这个中国农历新年，我看啊，这个阿里也好，DeepSeek 也好，字节跳动的这个 C-Dance 也好啊，都有陆陆续续的更新啊，让人非常的振奋。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些频道还有哪些重点的视频要跟大家推荐？这里也请何斌先生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预告。嗯，我看到昨天特朗普总统在一个什么电视台里面讲到啊，他跟瑞士的这种关系啊，瑞士的总啊不断的求他，说我们是小国啊，怎么样？这个特朗普总统这个人是很有意思，反而没有因为他的求给他降税降得更低，反而跟他税加得更高了，哇！所以这些人对特朗普总统的这种咬牙切齿啊是可以想见的，就是像现在的文化圈。这个商业圈、政治圈，对吧？整天的骂习近平一样的，因为习近平筹划了他们的这个利益。在昨天还有一个这个讲话很有意思啊，网友在六度聊天区很快就贴出来了，就是美国的财政部长，排名是在副总统啊、众议院议长啊、这个国务卿之后，但实际上他的真实的权力啊是第二位啊，实际的权力是超过其他刚才讲的这些权力啊。财政部长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角色，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无论是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还是拜登政府的这个任期，还是现在的这个任期，财政部长是相对来讲是比较的理性的，或者是比较的讲一些实在的话。当然，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他也不是像之前的几任财政部长，他有他的个性。早一段时间把中国的这个贸易代表李成钢给侮辱一把，嘲笑一把。但是似乎他现在对中国的态度好像越来越表现出某一种柔和。他说中国买了美国的产品，遵守了这个中美之间的承诺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好话。当然了，这后面是讲美国的经济在2026年会出现强劲的增长。如果真的出现强劲的增长，那就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很多的国家都需要经济的强劲增长。希望它的日年是真实的，是可信的。但以前财政部长我也是比较信任的，对吧？亚伦当财政部长的时候，这个说不会通货膨胀。哎，我说亚伦是这么一个经济学家，又是财政部长，又是联储会主席，肯定是对的。所以我就跟网友说，我说亚伦讲的可能是对的就是说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哎，结果后来出现通货膨胀了，所以我还赶紧检讨，抱歉我引用来源有问题引用来源有问题，自己的观察也不够这个清晰和准确我向网友还表示了道歉。那我希望这个贝森台的讲话不要我跟大家道歉不过呢，我现在也不能肯定，不能否定，不敢了，只能咱们看一看美国的经济是不是真正强劲增长。我是希望它强劲增长。感谢何必先生的点评和补充。那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昨天贝森特他2月10日呢在巴西参加了一场这个公开的讨论。那在里约热内卢把这个贝森特就说他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和何立峰见面和何立峰会晤，为川普总统访华铺路。也让这个中美在战略竞争中维持一个相对平稳的贸易关系。那要有竞争，也要有经贸往来。贝森特昨天就说中美关系现在处于一个很理想的状态，那非常舒服的状态。昨天我们有提到，中美会是竞争对手，但中美之间的竞争希望是公平的。那竞争也会让彼此一直进步，避免停滞。那现在美国确实正在重建关键的矿产、半导体和制药等关键行业的本土产能从中国手中夺回控制权和主导权，但是这并非和中国脱钩，但是确实得在这些方面降低依赖中国的风险。
全球经济不能维持着中国年复一年取得1万亿美元贸易顺差的情况。贝斯特在巴西再次发出呼吁北京必须改变发展模式，重建平衡的经济。那关于川普的访华，贝斯特说，未来几周他要和何立峰会晤，但是在哪儿见面具体在哪天见面他没说。去年10月的时候，贝斯特和何立峰在马来西亚见了一面当时讨论的是中美贸易的停火框架这也为川普和习近平在韩国釜山达成协议呢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看来依然会延续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由在美国白宫中掌握着实权的财长和中国的这个副总理何立峰先见面，奠定一个两国元首见面的基础再进行相关的磋商。那么这是昨天贝斯特的一部分的讲话，我们也是跟大家转述。今天还有哪些内容请期待接下来的这个更新因为我发现大家对于这易炼红还是非常的关心那易炼红到底有哪些这个易炼红到底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易炼红到底背后的这个大老板是谁大家是非常非常的关心我们也会为大家整理相关的素材跟大家梳理这样的一个走遍湖南江西浙江的笔杆子怎么就栽了，他身后庞大的这个千禧氏腐败家族究竟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这是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补充尤其我们提醒需要关注的是即将到来的这个慕尼黑峰会慕尼黑峰会这是我们关心的重点不知道何斌先生还有什么内容需要补充。没有了，我需要补充的话就是非常感谢我们现在在非常的时刻就是我们网友给我们的这种支持这种打赏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感谢。对这是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忘记跟大家说了非常感谢今天给我们打赏的观众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尤其是感谢今天的 David， 感谢宇文感谢今天的 TH 的豪爽打赏，非常感谢。那比如说中国食品特色太浓就比较小众，非常考验制作人的手艺，所以难推广这个问题总结来说就是难以流水线化，难以工业化就是你不同的师傅做出来的味道不一样就是你同样一个这个宫保鸡丁，同样一个教学系统培育出来的2个师傅做宫保鸡丁，可能做出来味道都不一样更别提这宫保鸡丁里面要不要放这个葱要不要放这个腰果都有不同的做法真的是差异度非常的大不是说不正宗只是说众口难调众口难调非常感谢这个丸子的打赏，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那么今天我们华尔街论坛播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那么接下来小杨闲话呢还会有所更新也请大家留意今日华尔街这个频道之后的这个节目的上线。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以及支持，再次感谢今天给我们打赏的诸位观众，感谢 David， 感谢宇文，感谢TH， 感谢团子，感谢各位的打赏。我留意到大家对于这个不是字节跳动了，是这个谷歌的这个母公司 Alphabet 发行100年债那不是非常的关注但是我必须得提醒这是一件大事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而且目前来看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发行的这个100年债的申购率，就是以英镑发债的这个申购率非常高，说明大家对于这个 AI有非常大的期待，并且是坚定看好的人非常非常的多。那么这个100元债会不会还会有其他的公司也来发行？因为这几天中国中文媒体并没有这么说，但是有很多的这个英文的各种语言的自媒体已经是轮番的把这一次 Alphabet 谷歌母公司发100年债和1997年摩托罗拉公司的100年债进行了一个类比。
相关的这些内容啊，已经是遍布网络了。那么我们在之前的小杨闲话也跟大家稍微聊过啊，当年谷歌发行的这个不是谷歌了，当年1997年摩托罗拉发行的这个百年债券啊，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为什么在当时的这个时候，像摩托罗拉JCPenney 这个已经倒掉的一个美国的零售企业，相继发行百年债？当时他们的底气源自哪里？我们的小杨闲话在前几天的节目啊，是跟大家做过一个梳理。但是今时不同往日啊，那人工智能，被认为是一个新时代的泡沫。这个泡沫怎么定义啊？如果你有仓位，你还会很简单的说这是泡沫吗？如果你没有仓位，你会坚定的认为这是泡沫吗？根据我们所处的角度不同啊。那对于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趋势，你说的话的这个风向完全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你是一个持仓位的人，你购入了大量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股票，你是会坚定看好人工智能，还是说你只是想当这个击鼓传花中的一名其中的一环？所以我们小杨闲话也可以聊一聊这方面的内容啊。就是人工智能会不会成为另外一个发行过百年债的这个另一个版本的摩托罗拉？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以及还有一个事情呢，小杨，我突然想起来，请讲。对呀，昨天这个在加拿大发生了一起这个10人被枪杀身亡的这样一个枪击案让我心情都非常的沉重啊。加拿大是我的故乡至少是第2故乡这是一个很和平的这样一个国家现在的内部的冲突和美国的冲突都是在急速的让人感觉到不安全感在增加很悲哀。我是希望多一点时间生活到主要是看了一下他们的物价太贵了一点但是要特别提醒一下这个事情，大家生活在北美还是要注意安全。感谢何斌先生的这个提醒。关于这个加拿大的枪击案，这是发生在一个小镇的地方。这个小镇呢，它曾经是以生产铜为主要的一个工业小镇。那加拿大的这个枪击案在昨天晚上发生也是让很多人没有意料到没想到这样的一个小地方发生了如此大规模的一起悲剧。那这是来自于BC 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叫做 Tunbridge 这个地方发生的大规模枪击案。在昨天晚上新闻就已经说到造成10人死亡，包括9名遇难者和这个嫌犯本人。那对于这些死者的身份目前当地的这个警方呢并没有公布认为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厘清。那么这个事情是发生在 Tunbridge 坦布勒里奇中学校园内。这是一个让人没想到的结果，因为大家都说这个美国的小镇欧美的小镇尤其是美加的小镇应该是民风非常淳朴大家是相敬为宾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为什么在加拿大的这样的一个小镇发生了如此可怕的一幕？有很多报道那么大家感兴趣，我们也会在这个相关的节目中跟大家做一个更新昨天这个我们留意到了，只是没有及时更新。好了，感谢各位的支持以及关注我们今天华尔街论坛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我们在明天的直播再跟各位见面。世界旧秩序正在崩溃，科技与贸易